屏东县有议员是摕今年这花莲邦山湖来做例，伊强调这无人机送药效果是真好，所以建议县政府呢未来是会当运用无人机来协助偏乡送药。即摆卫生局是表示讲，已经按算伫8个部落来设14个无人机的据点。 主席在这边有2个要求哈，第一个操作的人技术较好的。议会主席有淡薄仔紧张，因为即阵到一个阶段，议员黄明贤的助理就伫议场内底示范无人机的操作。主要原因就是今年8月，屏东山区连续的大水雨，甲雾台乡对外的便道冲断去，乡长冒险撩起替族人送药啊，当时的画面互人看甲足紧张。议员希望会当提升偏乡地区送药的服务。大家都有看到那个画面哦，我们的乡长拔正义，他冒险涉暴涨的溪水送药给族人，这样的创新救援方式不仅避免了救援人员冒险跋涉，也大幅提高了救援效率。一旦有收到这些警讯，就是台风要来了，所以我们也在各个卫生所，尤其是偏乡卫生所，都会针对这些列管的这些慢性病的病人，提前准备。 议员表示，即摆花莲邦山湖以外，就有用无人机3分钟把药送到位的案例，而且屏东县政府配合中央推动偏乡灾后药品运送无人机支援计划，已经主动调查屏东偏乡部落无人机送药的需求，希望屏东县政府赶紧启动相关的建制。是无人机，不是会当随在飞啦它还是要有适当的一个场域跟一个机制，还有风速的限制。今年的8月，其实卫福部 他已经有做过了全国的做一个盘点，因为山区的情况多变所以卫生局确实要真的提早启动，然后实际演练，在每一个偏乡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起降地点。 卫生局局长讲，计划目前拢有按照中央的进度进行，针对屏东县北偏乡部落设置14个无人机的据点，嘛会掌握中央要求的进度，希望使用科技整合偏乡的照护，让每一位偏乡的居民拢会使受到更较好的医疗保障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